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年了。前不久这个口罩期间爆火的就核酸大王张和子把一些地方政府给起诉了，咱们也做了个节目今天那就更加劲爆一家上市公司对地方政府出手了，起诉地方政府追讨应收账款。根据这个徽商杂志的报道说涉案2.46亿元，安徽建工起诉地方政府。5月30日，安徽建工这个是600502发布公告，公司及其子公司近期涉及2起诉讼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2.46亿元。2起案件中，安徽建工均为原告。根据公告一起案件中，涉事双方为安徽建工与淮北市商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个案由是什么呢？是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案金额8280万元。也就是简单的理解，淮北市政府欠安徽建工8280万，肯定是要不到安徽建工就把他给告了。另一起案件涉事双方是安徽建工与4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涉案金额是1.63亿元。此外，公告中提到了一些前期已披露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包括一项判决结果对公司的影响。安徽建工表示，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安徽建工他敢挂安徽这2字那肯定是国企，应该是安徽国资委下面的。他把地方政府告了，一个是淮北，一个是泗水。那这个施工合同纠纷好理解因为安徽建工它主要是就承建商搞施工的。那这些地方政府的欠他钱怎么办呢？要不回来他就打官司。这个验证了我说的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理由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它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它有应收账款。你比如说安徽建工，它就是上市公司，它上面一大堆应收账款，它要不回来，那你首先就是做年报审计的时候这审计机构他就会问你，你这个应收账款能不能要回来？这个我懂咱们搞过上市公司他审计就会问你，你这个钱你能不能要回来？如果你说能要回来那你就给证据。但是这个因为是涉及政府，这个安徽建工说我能要回来，是政府欠钱，政府是不会跑的。好，那审计就信了，审计信了呢，他就会按账龄给你做计提，就看你这个会计处理对不对，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比如说你是3年账龄，就是3年还没要回来的，他给你计提20%坏账。就是这个淮北市政府欠安徽建工1个亿，欠3年了，那这在账上这1个亿他就给你算成8000万，那2000万就算坏账了。然后如果5年你要不回来，就给你提50%，大概就这样的这账龄越长你就相当于这钱就每年给你提掉了，这坏账计提。但是有的审计机构他出于审慎的原则他不再相信你说政府欠的钱就能要得回来。很多审计机构他就要求你，如果3年或者5年要不回来，他就认为你这个就是坏账了，你这1个亿他全给你记成0，你就当做要不回来了如果你3年以后你又要回来了，那把它又当做一个叫非经常性损益吧，应该是这个数入就是你相当于你又额外多了一笔钱，再把你算到报表里面去。那有的上市公司为了自己的这个利润呢，它也保利润呢。如果你要审计机构要这么提的话，那或者我这今年又亏损了，对吧？我今年还没挣到1个亿呢，结果你这个坏账一下给我提掉1个亿，那我不是亏损了吗？亏损呢，如果连续2年3年亏损，那就要退市了。所以这个上市公司他就没有办法他是被逼他去起诉这个欠款的那一方。起诉了那一方之后，如果法院判决赢了，拿着这个给审计机构，审计机构他就认为你这个有可能能要回来，所以他就不给你做这种全额计提，也就是你这相当于一个证据，一个凭证。所以这个前面自从恒大暴雷以后这个大家都互相欠着应收账款，大家都还能扛。你那些私营企业倒无所谓，反正你也不用公布你的财报，对吧？你也不需要向谁解释，你爱告不告你自己看着办。但是这些上市公司他没有办法，
他的那个财务他要披露的。为什么这家公司，为什么这个政府欠你3个亿，你一直不要啊，对吧？你对得起你的投资者吗？你是公众公司啊，你得为你的投资者负责啊，所以他被逼啊，他就得告。这也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勤勉尽责的一部分呢。所以人家公告也说了啊，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然后他专门说了，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和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啊，就所有的这些上市公司，他都要为他的应收账款负责任，他就不得不去起诉。大家知道为什么永辉超市咣当一下把万达给告了，这个苏宁对吧，咣当一下也把万达告了，为什么呢？这玩意你都是上市公司，你都得给出解释，不是你们两个关系好你就可以啊，你这个王老板跟那个永辉的老板俩关系好，你就可以黑不提白不提，那你俩都是公众，那个永辉是公众公司啊，对吧？你钱拖到现在都没搞回来，你不告你是准备干啥？所以说啊，为什么说今年是暴雷之年呢？因为恒大暴雷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4年真的是扛不下去了，一系列的暴雷，对吧？大量的应收账款，而且这很多应收账款又是政府的，也就是你穿透下去啊，恐怕是跟地方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啊，作为上市公司，它只能告啊，私营企业都无所谓，你自行处理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张和子，对吧？他告地方政府讨要这个核酸检测费，安徽建工告地方政府要施工费。接下来啊，这样的案子会越来越多。今天有条新闻啊，这个我看上了热搜啊，这个新闻来源是深圳特区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他这个新闻说的啥比较简短啊，叫追不上。什么叫追不上呢？说深圳买房比例连续3年女多男少，就是这3年啊，深圳的买房子的都是女性居多，女性都自己都买了房子了，你还怎么追啊？据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统计，2024年深圳不动产所有权中单独所有女性，就是她这个女性啊，一个人登记的这个房产证啊，占53%，一共是80733人，男性占比47%，男性是71772人，安分共有男女各50%，共同共有男性51%，女性49%。近3年来，深圳不动产单独所有女性比例一直高于男性，也就是说，深圳的高质量的女性恐怕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人家都单独买房了，高质量的女性容易单下来，找不到好的男士匹配啊，所以媒体说叫追不上，你去追吧。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啊，他说记者获悉，首套及2套置业中女性多于男性，且在夫妻不动产变更、离婚财产分割时，女性更倾向选择房产。我们再看这个中国商报报道啊，说一大波政策利好密集发布，楼市热起来了。他说，据中指研究院监测，2025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10个省市出台政策超170条，各地政策优化集中在调整公积金贷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等方面。5月以来，住房支持政策利好不断。5月8日，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正式生效，5年期以上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至2.6%。5月20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5年期以上 LPR 下降10个基点。在地方上，近期河南、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均明确要支持住房消费。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表示提振住房消费也是消费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政策协同发力，有助于更好的促进住房消费。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促进住房消费的政策细化落地，包括优化限制性政策，给予更大力度的信贷支持，助力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展望6月楼市表现，科尔瑞认为房企年中冲刺将至，营销预期加码，供给结构优化下，市销对路楼盘入市，预期可带动成交量延续稳步复苏走势，环比持增。在核心1、2线城市中，热点城市沪深、杭蓉等供给约束愈发明显。不过，因市销对路楼盘入市，短期内市场热度有望延续。郑州、天津、南京等经历了前期深度调整，短期内市场有望止跌企稳态势。总之啊，
这个媒体啊认为啊，房地产市场有望持续回稳，回不回稳咱们不知道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二手房交易里面的骗局。这个1818环节眼啊，也有看到了一个报道，这个也真的很离奇啊。有个人卖房子，把房子卖掉了，拿到了首付款，约定了卖家啊什么时候付尾款。结果啊，卖家尾款还没付，这房子已经过户给卖家了。房子过户给卖家之后，这个卖家居然把房子又卖掉了，就在这尾款啊约定付尾款之前，房子又已经卖掉了。最后一位买了这房子的人又把它挂到平台上去卖，你说这玩的是什么套路？大家看视频啊。小朱一家住在宁波，在他2020年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在海曙区雅戈尔江上花园买了套房子，125平方，4室2厅，毛坯房交付，落地将近400万。说是后来没去住过，物业费照常交，一直想出手卖掉，但在二手房交易平台上挂牌2年都没卖出去，直到今年4月底。是给我妈妈就打电话来沟通的，然后就是邀请她到那个他们的门店内签合同，购房合同，那个购房买卖合同。中介说他那边有一个买家对接了，然后呢就是让我妈妈过去具体谈一些事项，然后就是在当天谈定了那个买价是343万的8000的价格。说起卖房的经历，小朱的妈妈情绪有些激动，无法正常接受采访，只能由小朱来讲述。小朱说，尽管这比买来低了50万，但他们还是决定卖掉。在海曙区万城路15号的中介门店签了存量房屋买卖中介合同，房屋总价343.8万元。买方朱先生要在4月28号前交给中介史先生5万元定金，在5月15号前把首付款52万元付给卖方，也就是小朱他们。在6月15号前支付291.8万元尾款。还有一条提到，买方委托中介办理贷款，银行放款后直接支付给卖方。网签是在4月30号进行的，约定买方付52万元和尾款的时间都比中介合同上的要早几天。小朱他们已经收到了52万首付款。5月15号，我们中介让我们把贷款10万贷款还清，然后呢做了解除抵押，然后可以把房子过户给 B， 然后 B 说要拿那个中介说要拿房产证去做抵押贷款。然后就把房产证加急做了抵押贷款，因为他是说是身上只有15%的首付款，然后不够去支付尾款。然后我妈妈就觉得，可以去做抵押贷款，然后把房款结清，然后尾款结清。B 向你买房子不是应该拿他自己的东西来做抵押贷款出来向你购买房子？但是中介就是说要拿我们这套房子过户给 B， 然后 B 拿房子去做抵押贷款。他这个情况就等于是拿我的房子去做抵押贷款买我自己的房子。不懂，真的不懂，因为确实也是第一次卖房子，也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身边有，因为我想的是实体店的那个中介应该不会是骗子。中介合同上只有小朱母亲、买方朱先生和中介史先生的签名和手印，没有出现中介机构的名字。之所以用字母来指代买家，小朱说，因为之后出现了新的角色。5月15号，房子过户给了朱先生。21号晚上，他收到很多中介电话询问房子情况，说是正以309万的价格在二手平台挂售。他很意外，从物业那儿得知，户主已经变成了一位翁女士，房门密码也改了，母女俩立即改了回来。第二天，翁女士报了警，并找了人开锁。小朱他们也赶了过去，说是这才了解到，此前的买方朱先生已经在5月20号卖给了翁女士。C 以236万的价格买进了我们这套房子，又以309万的价格在二手平台立马出售这套房子，然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我认为他没有任何能力偿还我们这个债务，而且他是高价买进低价卖出，他哪有钱来支付我们剩下的尾款？目前小朱一家只收到52万元首付款，离买家支付290多万的尾款的最后期限还有半个月左右。但小朱表示不放心，怀疑其中有诈。整个环节中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注意？咱们接着往下看。小朱说，5月22号，他们找律师做了紧急的资产保全，而且成功了。翁女士没能再把房子过户出去，
目前我们的诉求就是要么把 B 把房子，就是我们跟他就是之间合同是不成立的，要么就是正常的把我们的尾款结给我们。小朱说，他们是在万城路15号的门店签了中介合同，现在的门头是房产租赁出售，不过签约时明确写了一家公司的名字。他把遭遇发到了社交平台，已有600多条评论。那家公司看到后给他发了消息，说这家店之前是公司旗下加盟店，已经在2024年11月办理了工商注销，加盟关系终止，门头没有及时更换。记者拨打了那家公司留的联系电话，没有接通，又问了现在这家店的工作人员。之前是在这里工作的吗？对，你具体的你自己让他联系，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们也不去接受任何采访。你店是不是在万城路15号啊？不是啊，那个地方我只是当时在用他们的办公场地跟你们贴一下单子的。那你店在哪里？我就问一下。没有啊，我做事待着呀。我能在6月15号把尾款给你，到时候拿来之后我会给你的。好了。按照合同，付尾款的应该是买方朱先生，为什么中介说由他来支付呢？综合此前小朱的介绍以及合同上的信息，尾款还剩291万多。买方朱先生完成过户，拿到房产证后，会通过中介史先生办理抵押贷款，再付给卖方小朱他们。而朱先生过户几天后，又以236万的低价把房子卖给了翁女士，接着翁女士以309万的价格出售。如此折腾，目的又是什么呢？小朱当场联系了买方朱先生。你那个尾款什么时候结给我啊？也是找那个中介吧，我是委托中介给我办的。你房子卖给别人了是吗？之前你问一个中介吧，那边中介帮我委托他办的。把没带下来，就把那个房子退给他了。退给谁了呀？原房东啊。没退我吗？朱先生挂断了电话，疑问仍没有解开。小朱接着联系了翁女士。对，你把我那告了。不是把你告了，主要是我们现在拿不到钱，我们也很着急。那你这个房子是问谁买的呀？我问朱买的，你不是把他也告了吗？那你这个是多少钱买的？诉讼的那个资料我都收到了，你跟律师说吧，不要跟我说啊。你们请律师了吗？记者咨询了其他从事二手房交易的中介，出于保护，我们对声音和画面做了一定处理。这位中介提到了房产证的处置方式。照理说都是要放在中介的手上的，这个中介照理说是不允许把这个房产证给这个客户的。尾款到了以后，我们中介才能把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交给就是买房购房者。反正现在就是说，一个你要选择相信他能钱给你，但是这种概率呢肯定是低的，对不对？你现在就是把房源冻结掉了，无非就是三方打官司。一行人又找到属地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回复，办理过户的是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已经付了首付，只要资料齐全，就可以按双方约定办理，但建议要在尾款得到落实后再过户。比如网签时写明要贷款，按揭贷款审批已通过或尾款已进入监管账户。正常的按揭贷款，银行是把贷款发放到卖方账户。如果先过户，买方去办经营贷，这笔贷款是发放到买家账户的。据他们了解，因为还没到尾款付清的节点，现在无法立案，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保全房屋，避免被抵押或再次交易。关于房屋的再转手，工作人员表示，从不动产产权归属来讲，只要房屋没有限制，交易双方主体买卖房屋没有限制，可以立即买卖。最后，小朱还有一些话想说。现在我们已经找了律师，然后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取得我们的赔偿，并且我也想就是告诉很多人，买卖房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要找靠谱的中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这个很显然呢，通过这个视频介绍啊，这个小朱啊，那是遇到了骗子。但是你这个时候去报警还报不了，没有用，因为你有合同在。哎，你合同还没到期，你说这个对吧？明明有诈骗的嫌疑，但是你也报不了警，这个还真是个新型骗局啊。然后这个小朱啊，他把这个房子冻结了，就是这叫保全啊。保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案子判下来之前，你这房子不能动。现在问题是这个
变成一个民事纠纷啊，那这个小朱赢官司肯定没问题。从那时候买房的那个姓朱的啊，欠他292万，法院判决他要支付给小朱292万，这肯定能赢。但是如果说你要判这个合同无效，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我没研究过啊。人家对吧，合同也签了，首付给你付了，你凭啥判这个合同无效啊？对吧？双方都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没有胁迫，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律师会怎么说啊，是不是说这中介不合格？这中介是个个人，对吧？所以里面这个合同不成立，这我不清楚啊。如果是能判这个合同不成立，那问题就来了啊。那从那个朱先生手上买走房子那个人，那人家不吃亏了吗？人家对吧是在他手上过户的，那这是这个房产登记部门的这个产权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朱啊，可以说麻烦来了，非常复杂。这个小朱啊，400万买的房子，对吧？300万卖出去，350万呢，赔了50万。完了现在一看，可能赔的还不是50万呢。400万买的房子到手只回了520万，只回了52万呢。这个我觉得啊，还是到这个6月15号，如果这个他没拿到钱，他去报警涉嫌诈骗，民事这个恐怕非常复杂，对小朱还不利。这玩意只有涉及刑事啊，才有可能把它搬过来。这个比较简单，反正总之这个钱是出来了，这钱最后去了谁那儿？没到小朱手上，对吧？这个钱最终这个钱流向谁，对吧？就涉嫌诈骗，诈骗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嘛。另外啊，这个报道告诉我，就是大家以后看什么二手房交易啊，什么又涨了多少，那都是那些数都只能参考。你看看这一套房子1个月里面卖了3回，对吧？你要根据这个房产部门的统计，那成交量就多了3次，1个月啊就这么一套房。所以作为韭菜啊，无论你是买二手房还是卖二手房，还得小心啊，对吧？你一旦踩了这个坑，你恐怕真的是爬不起来。赢了官司输了钱，保不齐连官司都赢不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是在网上有人截屏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供大家参考啊。这个是说关于月入过万的人数，就是每个月工资啊收入达到1万的人数。第一个啊，它是全国范围内，根据北师大这个数据库的研究说，中国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人数是85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61%。说另有证据显示，月入过万的人数为784万人，占比是0.56%。总之啊，就是绝对数字不一定准啊，就是大家知道，真正月入过万的全国也就700-800万人。那这700-800万人分布在哪儿呢？说城市分布啊，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月入过万的比例较高。例如北京和上海约为35.07%，广州为14.74%，就是月入过万啊，一线城市啊。那集中在哪个行业呢？说高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金融、IT、互联网等行业。这个咱们节目经常说啊，对吧？提供优质岗位的也就是金融、互联网。互联网就包括移动互联网、直播这些东西都算啊，平台经济的范围比较广啊。这是收入过万的人，也就700-800万人。然后他下面又来一组数据啊，说关于养老金过万的人数，就是每个月领养老金，比如胡一静老师啊，他就属于那个养老金过万。第一个啊，总体人数说中国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约3亿人，其中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退休人员仅占2%，即600万人。然后说分布特征啊，说养老金过万的退休人员多为机关事业单位正处级以上的干部、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特殊岗位人员。这些人群通常缴费年限较长且享受政策倾斜，那就包括胡一静老师啊。这个两组数据一对比啊，确实为什么就是说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对吧？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你说正常你工作收入超过1万一个月的，只有700-800万人，拿退休金1万一个月的也有600万人。你说这叫什么概念？你说这个叫韭菜怎么去买房？韭菜不买房，你房子怎么稳住？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